歡迎嚟到沙田 Ivy 學生發展處。今年 SDO 嘅主題係非凡 Unique。我哋深信每位同學都擁有獨特嘅價值同埋潛能，可以創屬於自己嘅非凡未來。去到9月第2週 ，SDO 亦舉辦咗非凡活動週。喺整個星期嘅活動中，我哋同咗32個外界機構合作，嚟到我哋學校擺設攤位，等同學可以透過呢啲活動提升自我，促進同學之間嘅關係，同加強與社區嘅聯繫。Hello， 我叫 Sally， 咁我係 BA 11409工商管理學 Year 1嘅學生。頭先咧喺學校嘅時候咧，我參加咗一個非凡活動週嘅活動，跟住咧我頭先一系列咧接觸咗好多減壓嘅活動啦。喺生活中咧有時會有啲壓力咧，可能係會覺得個人會變得有啲急躁啊，或者會覺得唔知點樣去釋放呢一個壓力嘅時候嘅。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呢，我係真係好擔心學業上嘅課業可能會有少少壓力啦。咁頭先呢喺畫呢個線條嘅當中，係真係覺得好慢咁樣去做一件事，好專注咁樣去做一件事，係真係會令到自己釋放咗好多嘅壓力嘅。